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 Joyce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，係大圍半山，一個非常之實用性強、實用面積超過1500尺老牌屋苑瑞豐花園，啱晒啲要揾緊實用性要強啦，要有車位嘅，同埋大圍屬於一個係出入非常之方便，出咗隧道去九龍大概15分鐘車程都唔使嘅。事不宜遲，出發睇睇呢個咁實用性強嘅單位先。今日同大家一齊參觀嘅單位呢，就大圍半山一個老牌屋苑瑞豐花園。今日參觀嘅單位呢，實用面積超過1500尺，屬於一個4房間隔單位嚟嘅。佢客飯廳呢，屬於一個女字形嘅開積，兩邊分佈呢 size 都好平均，同埋兩邊都有窗。一個對流效應，非常之通爽。咁客廳呢度呢，露台都非常之大㗎，目測應該都 over 30尺以上。咁望出去景觀呢，就係望返大圍市中心，同埋後邊針山嘅山景啦。我哋入返去室內再睇睇個間隔。客飯廳呢 size 都相當巨型，就算而家放咗啲比較大型嘅家私呢，其實空間感亦都非常之好。咁喺飯廳呢個位置，我哋入去廚房再睇睇。廚房嘅空間呢，非常之驚人，好似而家啲新樓呢啲冇房嘅 studio 間隔咁樣。一個廚房都好似一個單位咁大，咁行入去呢，就係多用途房，有工人姐姐個浴室、獨立浴室，咁同樣個窗都夠晒大，好光啊！呢個呢，就係後門啦，咁方便工人姐姐出入或者係倒垃圾咁樣啦。工人房都非常之大，你可以睇埋個廚房。廚房空間亦都非常之巨型，可以放到張多用途台咯，台面一個直線，亦都好大嘅收納量。咁當然啦，裝修呢一定要重新整過噶啦，始終都有返咁上下年紀。咁行入去呢，就係多用途房啦，有工人姐姐有獨立洗手間。舊牌屋苑呢，有埋後門，方便工人姐姐出入嘅。工人房亦都相當巨大，兩個姐姐都住冇問題嘅。我哋而家去埋睡房嗰邊啦，入去寢區，第一間睡房，衣櫃、雙人床。再加埋利用少少窗台做埋個工作台面。其實呢，我而家企返去門口位，非常之巨型嘅睡房，望個景觀呢，同廳一樣嘅。第二間睡房。其實佢4間睡房呢，放到雙人床之餘，亦都可以放到一個巨型大衣櫃。第三間睡房，呢邊睡房個望個景觀呢，就係望後邊獅子山。所以全間屋呢係南北對流，空間夠之餘呢，仲好通爽。第一個浴室，入去主人套房啦。左手邊一列到頂嘅大衣櫃啦，中間放到 Queen size 嘅雙人床，仲要係非常之大嘅空間，三邊落床之餘呢，床頭櫃
再加梳妝台，都仲綽綽有餘。今日其實陰陰天啊，但亦依然都好光猛。咁我哋可以睇埋個浴室。大家睇咗以上單位啦，覺得點樣呢？如果想睇樓或者需要任何樓盤資訊都好，隨時聯絡我 Joyce 喎。期待下次同大家一齊睇樓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呢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我 ，subscribe 我 channel，share 俾要揾緊樓嘅朋友仔參考比較埋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